婷婷，你也是老员工了，嗯，公司的规章制度也清楚。我们公司一直都是末位淘汰制。你这个月呢？我这个月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，而且我额外做了很多，每天也都是准时上班，经常加班，但我从来没跟公司要过加班费。但你这个月的绩效是 C。我们帮你准备了一份主动离职申请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没什么问题就直接签了吧。这个息不是你跟我说就是走个形式而已吗？你就说每个人轮流的呀。我什么时候说的？上周五啊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上周五10点35分，我加完班，也是来了这。你说就让我扛个戏，不会对我工作产生任何的影响的。谁听见了？啊？你有什么证据？